打成王爷阴阳判。惊死朋友，惊困去，惊会忘记你，惊找回有你的记忆。思念的天线，过海过山岭，情做风送着你的形影。犯下两将军，是在这个阿青您敢捌？回禀阎王爷，若讲到这个人吼，无，应该爱讲这个鬼啊。阮兄弟啊吼，过去甲伊相处一阵，这个人除了心肝较软以外吼，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人选啦。是啊，伊是一个好主。哦，好，即刻带伊来见我。伊若有资格做成王，那呢，算不起。本王答应你的代志，一定会实现。什么人？阿爹啊，是我啦。明珠啊，阿爹啊，是啥物代志？遮尔暗嘛也毋困啊？我头拄仔伫厨房内底看册啦，拄仔好要转去房间，所以坐过来遮甲阿爹请安啦。哦，嘛真暗啊，你好去好困啊，啊？阿爹啊，你的面色无介好呢，你是毋是倒位无爽快啊？无啦，大概是拄则去做一个梦啦。阿爹啊，我听人伫咧讲哦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讲阿爹，你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可能是即几工伤过忝去啊。啊，毋过阿爹啊，我看你即几工哦，拢生头袂定，嘛常常伫遐发脾气。阿爹啊，你是毋是有啥物苦衷啊？你莫黑白想，阿弟也无做啥物亏心事啊，哪有啥物苦衷呢？阿爹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我只不过是烦恼阿爹尔。明珠啊，阿爹即几工确实有一点仔无爽快。阿爹毋是调工要骂你的。我唔惊阿爹甲我骂，阿爹甲我骂，拢嘛是为我好啊。明珠，阿爹啊，我还记得我细汉时阵有一届，我甲阿爹心爱花间讲破，我惊阿爹甲我骂，我唔敢承认。啊，
来，阿爹甲我讲，一个人做唔对代志，就爱知影悔改啊。自从迄个了后，阿爹的价值，我拢有藏伫心肝内。阿爹讲，生人拍鼓有时错，但是算讲是皇帝，嘛是有做唔对代志的时阵啊。何况咱只是平凡的人。是啊，一个平凡人的悲哀，就是因为有真侪代志放袂落，才会身不由己。阿爹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先休困啦。你嘛较早去休困。是，阿爹。对啦，阿爹啊，虽然大人哦已经真成安呢，看起来虽然大人一定是好主感动天，才有神有神报。迄个宋孙啊，已经精神啊。是啊，伊已经精神几6天啊。开门啊！开门！阮是奉孙安大人的命令，请抓嫌犯。呀！老爷，下面几个人可是老困，是，大人。本官念在你为官清廉，疼受百姓。本官搁予你一摆机会，你可认罪？我老坤一生清白，奉公守法，恐惊是大人身躯边有人咧讲闲话，要来陷害本官。大胆！本官问你，7月20迄案，你身在何处？迄天下官规暝拢伫咧厨房，有下骹手人会用咧做证。官拢也记伫果然真好。下官记伫一向拢真好。戴灵镜，戴灵镜，草民叩见大人。舅父有铁父，7月20迄案，你伫创啥？迄天我跟孙安大人的桥，过桥去看老夫人啊。然后呢？然后，阮将桥停喺桥头，就走啊。是啥物原因？是另外一个轿夫买大的，伊摕钱甲阮买收啊，交代阮吼将桥停喺桥头的，就带规家伙后赶紧离开本地啦。既然离开啊，是安那搁要转来？因为小的安娘行路无方便，所以小的先将某囝安顿好势，才转来带安娘走的啊。马大伊敢有讲为何爱将桥放在桥头？又搁是受啥物人指使？伊无讲啦。你暂时退下。是。戴灵镜回礼。戴灵镜回礼。民女叩见大人。回礼。7月20迄案，你敢有看到啥物代志？回大人，迄暗我甲小姐照顾宋夫人了后，伫咧要过光明桥的时阵，突然间哦，看到一个后面的人将大人直扫落桥骹。迄个后面人，你敢会认得？袂真认呢。大人，下官实在无了解，大人问言问遮久，这到底甲下官有啥物关系？哼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无为。回礼，你暂时退下。戴灵镜，老民主。戴灵镜，老民主。民女靠近大人。老民主，将证物摕出来。是，大人。老坤，这束衫你敢会认得？会大人，袂认的。老民主，
这束衫你是伫倒位找着？回大人，这领衫是伫阮阿爹的厨房内底找到的。大人，就算讲这是我的厨房找到的，也不过嘛免讲，就是我的衫裤，请大人明察。老坤，本官也未讲这束衫甲本案有啥物关系。你是安那遐尔紧张呢？敢讲你是做贼心虚心？老民主，你讲这束衫甲本案有啥物牵连？这领是阮阿爹平常时穿的衫，甲本案并无直接关系。只不过，阮阿爹有一个随时在身躯的药配，伊有一个习惯，伊拢会加做一个袋仔，将这药配放伫内底。民女特别炸这领衫来，互大人做证。继续讲。迄天，民女看见大人互人撒入去水内底，迄个后面的人就安尼雄雄公公的走去。民女伫桥顶，就捡到7项物件。明珠，你，老坤，这药配你敢会认呢？为你伤心又甘的情，我想你遐伤大。老坤，这药配你敢会认呢？阿爹，害你不好，请阿爹原谅。阿爹讲过，一个人若是做唔对代志，一定会有报应。我真正做袂忍心，敢看阿爹安尼活倒去看，受到良心的责罚，请阿爹原谅。这有影是天公伯啊咧责罚我，竟然是我家己的亲生查某囝来咧代义灭亲。明珠，阿爹无怪你，这拢是阿爹家己做得来的。老坤，你为着想要安看15年前你甲重庆的文官，你竟然想要杀本官灭口，你可认罪？无唔对，15年前，张青确实是因为我离世，也毋过，迄当时我并无加害张青的意思啊，我拢是受到我的下骹手人阿勇的设计，才会一时糊涂。那安尼，阿勇伊即摆人伫倒位？阿勇害死张青了后，反倒转来威胁下官。迄当时，下官有病在身，袂堪了伊的侮辱，煞亲手甲伊杀死。大人，我安尼做，完全是要保护家己啊！迄是阿勇啊，欺人太甚。哼！即摆既然心无对证，你为着想要脱罪，当然是啥物话你拢讲会出嘴。大人，阮阿爹这15年来，一心为民，慈悲为怀。我知影阮阿爹的为人，伊竟然已经认罪了，这一切公民嘛拢已经毁掉。伊何必为着要脱罪来讲白惨？请大人秉公处理，莫有私人的恩怨。你。民女个个属实，请大人三思。大人，下官无讲半句白菜。这15年来，下官一直想要做一个好官，来弥补我过去的罪孽。若不是我唔甘愿，我所付出的一切，就安尼放水了。下官绝对袂对大人做出这么糊涂的代志。阿爹，明珠，这15年来，
阿爹从来无一天安安稳稳啊好好啊困过。阿爹早就要求这一切。俗语讲，好死老皮，人老命。阿爹为着要留一个好名声，才会一错再错，变成今来这个地步。有错，阿爹对不起你。阿爹无法度能够照顾你。阿爹，以后你再好好照顾家己，知影无？阿爹已经无面子搁活落去啊！千万要记好好照顾家己，哈，知无？大哥，这是天公伯有目睭，若毋是老坤，伊不知悔改，一错再错。我嘛毋知，当时才人替大哥做出你的冤情，这拢是大哥你在天之灵的保庇。大哥，我希望你从今以后，乐会当安息。那要讲起来，这个水鬼张青的心肠十分的善良啊。回禀玉帝，有时阵亲像这种善良的人，嘛是使人伤脑筋。不过慈悲为怀是一个成王爷必要的条件之一。话虽然是安尼讲无毋对，杨过像伊的个性，我担心伊要错啊阴阳了解，这个事的时阵，会来发生到三心两意、妇人之仁啊。神君，妇人之仁有啥物唔好咧？查某人的心思较幼啊。天理，你讲安尼是无毋对，不过启禀玉帝，恕我直言，这个张青只不过是一个无看过世面的善书生，不过伊知书达理，过去阁是高中探花。问题就是出伫遮，替人代考，这是犯法的啊。毋过，伊嘛是带领因公主破病，而且老家本身过去就是对伊有情分的一面，这种情况之下是会当原谅的。启禀玉帝，假使讲恁若是怨恼伊的能力无够，不如先找一间较细的新皇庙，互伊上任，然后再搁先试看卖伊的能力安怎，再搁讲啊。天禄，你讲的果然是一个真好的办法。那照你的聪明甲智慧啊，应该会当助伊一臂之力啊。哈，我。小姐，我回去了，你着爱好好照顾你家己，知影无？你放心，我会。真多谢你这几年来对我的照顾。我希望你回去会当赶紧找一个好对象，知影无？让我永远伫你的身躯边啦。慧玲，你已经送我来到这个梧桐关，离开光明乡迄个伤心所在，我即马就已经无啥物挂念。你毋免阁有我烦恼。搁再讲，阮老家即马啥物拢无啊，我袂当耽误你的幸福，虽然是回去，好无？小姐。
小辉啊，我知影吼，这个水果你食袂了啦，你大嘴大屁吼，我给你借淡薄啊，啊，就叫我拿来食，好。谢谢大哥，多谢哈，多谢，再给你。雨水拍窗，滴滴有声，情泪滴落你江看无影。黑暗暗的窗外，唱你心歌，明明无情不知感动。风雨声吵阮几落年，失恋的人有失眠权利。莫讲我爱唱歌是心欢喜。伤心事用唱歌袂记，你心内的女主角我珍惜，这出戏我什么地位？全心全意甲我半点会当